我们跟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来介绍这一张墨宝，容人者成其道啊！你能够包容别人，你的道业很容易就成就，很容易就相应，跟佛菩萨的悲心很容易融成一体。容人就是能包容别人，能尊重别人，不要动不动就生气，然后找人麻烦，不要这样做。我们要包容别人的一些小毛病、小缺点、小过失，我们一定要有那种宽大的心胸来包容他们。如果你能做到这样，就像佛菩萨慈悲的心，自然你的道业就相应了。你跟佛心是在一起的。所以容人者成其道，益人者损其德啊！各位益，你不要打压他们啊，不要看不起别人，你不要欺负别人，不要藐视别人，这个叫益嘛。你压制他嘛，打压他，这样你会损其德，你会损你自己的品德。没有德就没有福了嘛，福就上不来，你所求就不能如愿了。我们就会感觉到说，为什么我这么认真，我这么努力的付出，但是都不能够顺顺利利、圆圆满满？你不要怪别人，因为益人者，你有去藐视别人、看不起别人，你有这种行为，所以你的德已经亏损了。爱人者得人望，只要你能够爱护别人，随时随地都能为别人着想，那么你就得人望，大家对你很恭敬，特别的崇拜，因为你先爱人，别人自然就爱你嘛。你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别人，回来在你身上就是这些东西嘛。所以爱人者就得人望，害人者失人心啊！你处处想办法要来折磨别人、障碍别人，各位，尤其是现在诈骗的手段，无缘无故的向别人身上得到好处，这种害人者，各位，你失人心了。以后人家看到你，没有一个人喜欢，没有一个人愿意亲近，你会变成孤孤单单的，到最后你走投无路啊，走上大家唾弃你的地步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心存恶毒歹念呢。如果你用这种态度来生活，你会失掉人心，人与人之间大家对你没有诚心的交往，没办法爱护你的。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都要知道，这个是做人的根本道理。我们如果能够秉持这样的修行方法，我相信诸佛菩萨、龙天护法、法界的善神都会来拥护你的，你会一帆风顺，称心满意的过得非常的惬意，日子过得很幸福很快乐。好，阿弥陀佛。